顶一集，규杰啊想要伫真人祭的演唱会里表达对古米亚的情谊，煞因为料理进化队的阿武请歌迷食方便过骹手的巧克力度，害人起笑掠狂。好佳在料理救援队甲규杰啊用心传好食的料理，互大家恢复本性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游水比赛拼输赢。参考进前发生的几摆事件，我已经找出料理进化队的部署啊。哦，唔对，应该讲是狗仔阿奇的计划。深头啊，阿奇利用狗形乌大的力头把的优势，摕变过骹手的万灵果互食，害伊起笑掠狂，煞用青光力甲神奇食谱武害去。自迄摆开始，咱就无法度搁用神奇食谱叫出好食的料理啊！阿公，你嘛较正经咧。刷落来，伊搁派骹手美丽的虎啊拉拉，率入去人办桌的现场，甲万灵果掺入去鸡汤内底，想要影响搁较侪人。安尼讲起来，伊是上阵互你阿武的演唱会霸面逼场，挑工来扰乱。照这理路来看，阿奇是要利用料理进化队的队员，互搁较侪人食到万灵果。无毋对，照因的计划，受害的人会愈来愈侪，咱定着爱较张持咧。对，料理救援队代志唔好啊！徛鹅阿碧，你哪会来？你手里的批是？恁看，这是谁的书架互我的挑战书？阿碧，甲你报一个好康的，我食阿奇研发的万灵果，变甲又够强又够勇。即马我一定比你搁较熬收水，咱来去海里比输赢，啥款？竟然甲遐唱手，我会记你历史，敢若无啥会晓收水呢？其中必有缘故，机关藏伫仓库。对呢，配阁讲到伊食阿奇研发的万灵果哦。大海啊！万灵果若食伤济，会起笑掠狂，阁会伤害愈侪人。律师应该要毋知才对，爱紧甲主动才会使。我负责调查料理进化队的实验室，甲阿奇的行踪。恁先陪阿碧准备比赛。安尼，咱找上高受水的阿牛教练来甲阿碧加强训练。阿碧，你本地就真高手啊！即马上重要的是，要有亲战甲请表的决心。好啦。嘿嘿，我有传足侪果子啊，胖，听好随时补充营养。加工好点，会当补充蛋白质哦。哇！阿碧，比赛迄天，阮会摆绿豆蒜的蛋，甲你赞声势。感谢大家，我会拍拼。加油！加油！别搞！搁吹一个！比赛日子真紧就到啊！即天日头真美，不过大家也是来海边啊，甲阿碧赞声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贤。游水比赛得要开始啊！恁爱替家己支持的选手大声加油啊！来哦！阿湾的海参炒面，胖胖胖，重重胖，大家拿看比赛小贵个。来，
来食清凉退火的绿豆蒜哦。奇怪，天气热乎乎，哪会遐侪人要去食烧烫烫的炒面？感觉怪怪哦，我来去甲看卖咧。毋过比赛得要开始啊，咱先来去甲阿伯赞声啦！加油呀！加油加油！阿伯，今仔日有够翕热，我感觉这么爽快耶！阿伯，你真惊热吼！我超钢筋第4一天来比赛，今仔日我8面赢的啦！也是你要试看这万灵果口味的饮料？我才不爱咧！比赛开始！加油啊！小小，这炒面的火烧下，烧甲会烫啦！我会退的。敢是伤热热，我的头哪来哪戆？系啊，观众敢若拢热甲唔知人啊！因拢有食阿元的海产面，安尼阿元运动嘛是料理进化队的成员，是咱一时失甲差啦。恁看，阿伯嘛怪怪呢。双手阿伯各游，比赛暂停。阿伯，咱今予大家食清凉退火的好面。加在咱有传冰冰凉凉的绿豆蒜，予大家清凉搁退火。吃到力，我即摆有较爽快啊！怪奇呢，比赛哪会暂停？恁煞拢走来食点心，安尼我嘛要食。恁哪会拢无要食我的海产面？是啥物遮尔好食？哇，透心凉，有够幸福嘞！新奇食谱有反应啊！咱紧甲清凉退火点心写入去。好食的料理有香肉的色地、好片的芳脆、刷脆的滋味，上界重要的是生意加水滴。历史甲阿元身躯顶神秘的记号无去啊，就搁恢复本性。真实嘞，真做一个运动家，我刷上准对手的弱点，互家己较接命，搁食万灵果加添力量，实在是足见效的。我嘛真歹势，害大家食到红变过骹手的炒面。恁两个是料理进化队的成员吼。这个万灵果是去互高阿基改造过的啦。顶面狐狸阿武有讲，阿基有一间真秘密的实验室，运动就伫遐改造万灵果的。恁敢知？我想到啊，阿基进前带我去测体能的所在，运动是恁讲的实验室，就伫呆呆后园的树林内。少赞的线索，历史，咱紧来去实验室找阿基。即摆料理救援队陪骑鹅阿伯参加收水比赛，传透心凉的绿豆蒜予大家食。西亚历史甲胖达阿元拢恢复本性啊，嘛合因讲实验室伫倒位。料理救援队刷落来要安怎做咧？食好饱有精神，才阁继续拼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高阿哥。料理救援队的第4集是去海边啊参加游水比赛，大人去海边啊会当耍水、耍沙，有的所在阁有5花10色的蛋，有通食，阁有通耍，实在有够趣味呢。阿哥，耍水的时阵爱注意安全，阁爱记得补充水分，较袂着沙哦。小介带去相关技术进前，请大家先订阅呆呆 Friends 的 YouTube 频道，甲麦种牙齿赞，阁爱甲影片分享给所有的亲戚朋友看哦。这个放假有讲到清凉退火的绿豆蒜，再加绿豆汤，有啥无同咧？
哦，原来绿豆蒜爱先甲绿豆掰壳，煮好熟，落汤水，搁牵鸡。要食烧的，也是蓝冰落去食，拢真爽脆哦。是茶城甲恒春在地名产。番大阿湾炒的海产面有掺火烧虾，搁或者红虾，是台南偏湖的名产。像虾仁饭、虾子、虾卷，也是台南豆面，拢会掺火烧虾，滋味有够赞。放假有讲到西亚历史，调工经大暑即天举办比赛。大暑是24节气内底上热的一天。早期台湾是农业社会，规年冬天拢爱照气候的变化去种植，才有法度丰收。有未少甲节气变化相关的俗语，像大暑热无透，大水洪海到，就是伫讲气候无照步来，该热煞无热，就较会做大水甲洪海的意思。大暑拍死鸟鼠，是咧讲大暑真热，连鸟鼠都会拍死呢。安尼爱紧叫听请头家闭起来呢，才袂拍死。校长甲料理救援队讨论了后，推测料理进化队的计划铺排，佮想安怎破解的步数，想袂到西亚历史主动向夏俄阿必挑战。连潘达阿湾嘛伫海边仔卖参万灵果的炒面，害食到的人毋那规身躯烧红红，搁头晕目暗。加在料理救援队用心传清凉退火的绿豆蒜，互大家恢复体力。历史头壳清醒，恢复本性了后，讲出阿基的实验室，就伫台大校园的松拿内底。阿公。加在有恁料理救援队传这透心凉的绿豆蒜，刷落来爱赶紧找出阿奇，甲伊神秘的实验室，爱加油哦！做伙来溜，海边仔，钓沙，绿豆蒜，火烧虾，大薯。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哦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发生什么代志咧？来继续看落去，再。